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也》，我係吳依蓉。我哋今日嘅來賓呢，伊先生有來過吼，伊佢貼拍到吼，伊係高雄民農共興國小嘅先生。唔過韓國貼拍的係，伊還有帶領4人咧來寫來創畢業歌，伊自家也會寫歌嘅創作歌嘅鄭勝啟先生，歡迎先生。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鄭勝啟。上擺勝啟來嘅時節，雖然唔係我訪問咧吼，唔過我哋人家還有介紹，帶領4人嚟寫畢業歌。係第3年係咪？今年係第5年嘅哦。哈？其實從有第5條嘅啦。係哦。只係講一開始前2年嘅2條可能冇做咁多宣傳，所以講冇咁多人，冇咁多人知啊呢。但唔能告訴某一句，我們開始帶領學生嘅。其實有看到伊咧創作比賽啊，問小朋友講啊，家你要參加冇？人哋寫一條畢業歌本，反正客家話可能怕冇人創作，又有獎金，好冇？研究談下講，嗰種有機會哦。結果就按杜紅人寫迄個演創迄個比賽就得到第1名，研究分到一杯羹，有2道獎金就過分。稍後來第2年、第3年就開始，慢慢的嘛帶超上來了。一開始帶演寫啦，天數演寫，後來就慢慢的演嘛，會同埋強下兩個人配合，先生同學生嘅強下配合來創作，一下學校有一個算潮流，因為拄好我也5、6年佇共興國小，每一年帶學生嘅種，一下變啊講啊，每一年嘅學生嘅演其實都各上有一條演自家畢業歌，一條每一年都冇相同嘅安尼嘅作品安尼。因為第講學長姐有自家咩會想去遊咩？當然會想啊，我沒有搞這麼研究安尼冇咯，冇嚟研究有興趣就想去遊安尼。今年呢，我都再來一遍，一個畢業歌，畢業典禮咩說的嘛，好結束嘅，加下創嘅大家嘅感受係用咧，現場嘅氣氛用咧。現場嘅感覺。我哋下擺看啦，因為我就間舞台全部留俾學生嘅。其實我哋下擺看冇睇台啦。冇，我就做我要編卡啦，因為主要木吉他係我自家來彈，所以我就做卡啦。不過小朋友就用卡來上去共同演出安尼。我哋下擺看其實我個感動，因為除了講我間一條歌嘅寫係演創係要創出人嘅感情，要演創嘅其實。演過喜歡，演彈到一條歌，其實共鳴過好。我哋下擺彈嘅其實個感動。其他嘅學生嘅啲學弟妹啊，啲下擺彈其實也嘛感覺講，也咧演出個成功。其他嘅我哋先生，其實嘛跟伊討論講啊，演彈到歌曲都會做個人問來講啊，啲歌詞咧寫嘛嘅，演都會想講啊，演創嘅歌詞係嘛嘅。我推薦講，比如講有一句歌詞係個行路錯嘅盤槍係會用嘅，行就寫一句槍安尼。其實就佢傳統啊，佢平常安尼，平常時生活會講到嘅客家話，演堂都就講一個神奇安尼。老師，我介紹歌詞俾其他嘅老師，係因為有位先生唔係客人對嘅，也嘛係有安尼原因啦。除了講有啲先生也唔係客人，其實安尼嗰度客家嗰度客人先生演。彈人哋講客法同彈音樂嘅時節，地位客法其實會冇乜相同，因為彈嘅冇按確聽講啊，到底係講乜嘅東西，充滿嘅歌詞，所以應該每眼樣推薦介紹。咁安尼寫第5年咧，我一年有壓力冇，想講，哎呦，我今年要寫嘛嘅會冇？其實唔會啦，我嘅心態就係我其實變過輕鬆。我會先問前學生嘅，因為主要我家最重要係學生嘅想我有一條歌嘅，我就會來做。我對我自家有一點細壓力，就係我希望我每年做嘅歌曲嘅風格冇相同。所以一開始就會個輕鬆嘅第1年，再來就有個抒情嘅，再來有對像今年咧今年咧歌曲很多留低，再來一邊係我哋前年咧。前年咧就會唱嘛係個輕鬆嘅風格，今年咧留低就會有18唱搖滾樂團咧，所以其實今年咧歌曲就會冇相同嘅風格。明年咧話就可能是小朋友想要那種風格。你講我同人討論主題，別人都講歌詞伊能先寫，你能同人潤飾，編做一條歌誒。我做法都係安尼啦，我會同人討論歌
歌曲的主題的嘛個，比如講演想講再來一遍就會演想會寫2016年。好，小好嘅想法，特別有乜嘅事情想會再重新做一遍咧。所以有對一下講啊，我去遊樂園搞啊，有啲冇嘅。啊，像今年咧個城市人就老地嘛，一定。老地嘛嘅意思。老地哦，冇聽過嘛？唔知呢。老地啲閩南嘅俺哋閩南講老地意思就係點樣講？丟臉，就係丟臉、糗事、黑歷史。係哦。係，小朋友過後也對哦。咁啊，就講你客廳嗰間你老爹嘅事情寫出來嘛，講好啊唔歹啊，所以又對佢講嘛嘅，去腳踏車坐去盤隊啦，來好講讀書啊，結果書我冇帶到啦，結果我全部都改寫歌詞地方。安心的哦，哦，可能因為你這個打做句會問出伊個主題咯。所以改演討論主題以後啊，我嘅做法就係，要向演下一篇作文，可以從下詩。像寫新詩，好嘛？喺講寫作文嘛，都做得。伊會先記錄，伊會先看下伊的故事到底係乜嘅，啊，我再用伊的文章底部詞啊，我再自己來做論述，再來編做俺的歌詞安尼。哦，咁你共同創作的學生係有幾多呀？俺好講人無多，其實也去年的8個學生嘅，哦，係今年嘅6年生咧。6年生8個人，8個畢業生係。哦，按少我見㗎。係，也喺工程嘅時候，學生係冇按到。哦，哇！你邊那講總會畢業生，中下創作一條畢業歌。其實按你另一個方式來問，其實按你蠻好啊，因為學生嘅按少，俺唔是鼓勵按多人嘅感受啊。哦。即係講故事講嘅8個人故事講嘅差唔多一條歌下來咧。其實冇按強說啦，你講少口味，唔過其實人按少，俺哋做個客製化嘅畢業歌，好，其實小朋友聽嘅就會夠有感覺咧。哦，哇，8個畢業生，安尼，你也先上過攀得花時間咧吼。就反正係自己想去做啦，就花一個時間，自己慢慢感覺會太麻煩嘅種嘅。哦，咁然後寫來作文，好寫來主題，按深度嘅，俺哋可以寫一條乜嘅歌詞。按我去寫曲嘅，按你我花一嚿時間。唔係創作過劇嘅嗰種。哦，我其實算創作過劇嘅人。係哦。我有一個想法，我其實我就會去問。啊，拄好，因為也一路上啊，也幾啊年，我認識過多做音樂嘅朋友。啊，其實也嘛，我跟佢分享創作應用嚟做。啊，啲寫歌詞嘅時間，我要注意乜嘅事情，其實我就會慢慢研究過我自己。所以一年我創作其實算劇啦。哦，確定以後我寫出來其實唔會花過幾個時間。而家人家畢業典禮啊，係睇下會叫嘅嗰種，還係哪個會歡喜嘅嗰種，還係當年冇共樣。當年冇共樣，其實可能辦機嘅風格冇相同，有啲辦機可能應該同當時嘅感情改好，然後離開當時人就會改唔肯定，可能就會這樣子。哦，係同先生同學生嘅感情嘅。方式很用嘅，好，有的可能比較快樂誒。哦，咁你今年咯，今年很用嘅氣氛。今年嘅氣氛，其實也因為演都好，其實也辦咧畢業生，也辦咧畢業生演，今年5年生升到6年生，都好揾嚟咧新嘅同事。哦，所以我次都。新的同事嘛，也係啲相同的團員配合默契。不過我認識嘅同事係一個專門好嘅媽媽，所以我是感覺一到新人應該個團員感情唔會差。哦，而家你這個安尼5年來，聽到學生嘅學從這個畢業歌，對你這個意義感覺有乜個變化冇？我一篇我這個心度裡嘅感覺係安尼啦。一來係，其實我寫演的畢業歌，不過總來講，其實佢係我寫的歌嘅。其實演寫歌詞，不過曲啊、曲風啊，嗰度樂器運用嘅配合，全部係我來創作嘅。所以，唐演創演的畢業歌，其實蠻係衝動的，就像我哋唐嘅自己作品。係，所以。黑演的畢業歌其實嘛係我一年來的作品，所以我感覺其實蠻會有成就感啊。其實我聽到蠻係幾歡喜啊。你這個有看得出這個嘅進步嗎？應該有。有。其實就有感覺，因為頭先同人分享嘅，
嗰度做音樂嘅朋友也會同我講，我用嚟寫歌詞啊、寫旋律啊，我用嚟做配合，因為我哋用客家話來創作嘅時間，我哋會考慮到我哋客家話講嘅本身嘅抑揚頓挫，就冇導音，嘿，就冇人係專人講嘅導音，所以我就會考慮下咧。啊，在飛過頭聽之前，一開始聽一年咧，我就冇考慮到有啲問題，所以就會慢啲啊講自家有啲進步安尼。哦。韓國一般人的創作就是愛講愛上愛講的話，好變做歌誒。啊，唔嘅嘅目的有時把冇強用，而且是一個禮物誒。好，下一條歌其實係本日的學生嘅禮物。冇錯。每種長途咩係本自家嘅，因為唔如係有的學生嘅欣賞。冇錯。我講個意義真係大哦。咁再過5年可以出專輯嘅呢？吼，並要過專輯咧。馬祖地啦，係有意義啊，我講個有意義哦，尤其。唔可能累積的5年安尼聽起來都嗰有意義。不過這先生可以像安尼呢，吼有一個能力好寫歌誒。蠻冇安尼好啦，做誒愛自家想，愛自家想去做啦，愛是知道其實安尼太家想，且想去做某個事情，你就這個動力，你想去做一發，其實你信念，你的信念如果是朝向那個目標，其實路上會有個多人敢天數。一開始愛聽一年，其實冇乜人敢來做。我起出來嘛，係個簡單的，學生嘅錄出來的東西，其實品質慢慢講改好。啊，不過就會有人看到你做一條東西，慢慢的就會更多執念，更多朋友，更多欣賞落去幹天數，你就會感覺做嘅東西越做越好。哦，唔免愛想咁簡單，如果你吉他安尼如何嘅，係咪？一開始係安尼冇錯，一開始愛踢術，愛講安尼有得獎嘅啊，其實愛就用書記嚟錄嘅呢。哦，慢慢講啊，個比賽品質多麼的差啦，直接講啊，因為拄好個機會可能只是嗰時候有人參加啦，一開始愛起出來就會真正就一支書記嘅，啊吉他，還有上愛起一排，哦，安尼衝嘅。是陽春的版本，哦，冇錯。啊，後來都編制因為英文字呢。係冇錯，因為有認識其他的音樂人啊，伊就會有新的想法。啊，伊曉得咧樂器，有可能有個加電吉他，加有嗰度有個某個樂器的地方。你真的編曲的概念都唔錯。哦，莫怪又有爵士，又搖滾，又乜嘅，你都可以有嗰度嘅某種個曲風出來。吼，啊，我唔知大家會過好奇冇，還是過好奇啦。吼，也欣賞到會按後生哦，啊，用嘅行到自家嘅家鄉。來告訴啊，對音樂嘅一個興趣，又去用嚟來嘅，我哋等下個繼續來同鄭先生打嘴鼓。過了台下，青墨色彩嘹亮，青年半夜童聲，濃成月光。我堂相同，鹽條足一撮，春來一生，歸來也有。天風走光，見紅嘅八腳面從無人機嘅眼內，寒地嘅口，到了面又行到熟悉嘅路中頭，無邊嘅林暗頭。有糖多嘅一條上鹽嘅路山歌，糖嫩愛錯。思啊戀，真啊真思戀，大半嘅流山妹，大半三妹，三妹個情人無奈。
好多我們聽到的是鄭勝基先生，伊親身的創作很多思鄉歌，吼嗰種迄咩2禮拜就寫好誒。其實差不多花2禮拜就寫起來。吼，你寫歌真嘅算夾嘅吼。拄好一個時機到誒，就伊個想法靈感出來以後，其實一下就寫起來。吼，攏會有安尼嘅靈感寫一條歌誒。我要寫一條歌係因為我免那多，我之前其實佇台中讀書的時間，我過少過久，因為過了1擺。寫一條思鄉歌，其實我條件有創，就會其實就會用傳統的山歌、失戀歌來，底部有做一個改編，加以做結合安尼啦。寫一條歌曲係因為其實我嗰時節久過了1擺，回到閩南人，回到閩南總頭，其實我發現講。我經過閩南總頭每一個地方，嗰個地方我同佢講一個故事，比如講，有啲陣咧我還是有去搞過，有啲河壩我以前去鳥過腦海也會摸誒，所以其實我規下都我熟悉嘅路總頭啊，我就會知道講演嗰種咧同我創一條歌，我去到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所在，都會有一個本來有啲每一個無相同嘅故事安尼，所以我想揀一條歌寫下來。創起來唔係過簡單創哦，可以音域很廣呢。冇好創。本期個安泰嘅挑戰呢吼。有時節這個想法來了，就沒有辦法，就冇辦法，就下旋律就按你下來。咁喺馬個時節開始學吉他咯，接觸喜歡音樂，喺馬個時節開始嘅。我還是開始，我其實過好創歌嘅啦。嗰時學吉他係對國中開始。國中都開始學嘅啊？國中有按你吉他社團。嗰時就開始彈，因為我就揀吉他當做係我嘅工具，因為我自己好唱歌嘅嘛，吉他做嚟彈和弦啊，就做嚟講係伴奏安尼，所以嗰時就開始彈吉他。咁唔寫喺第一條歌誒，如何客家歌誒哈？沒，其實這個是很青澀的歷史，也係蠻有些老，有些唔咪講老地啦。我第一條創作嘅歌曲係我高中嘅時節。我剛我哋班同寫畢業歌，其實我寫第一條歌就係。如係畢業歌。就係畢業歌。你跟畢業歌很有緣呢，就拄好啦，因為像講啊，因為嗰時拄好我畢業嘅時節拄好，台灣有一條歌叫做《風箏》。嗰時係有名。想講，哎呦，其實用呢個方式來記錄高中3年嘅想法，其實唔會差。不過嗰時班同嘅同學感情改好，我就有呢個想法，我咪有揀歌曲本大家聽，大家聽嘅其實嘛改喜歡嘛感覺，我嘛感覺就係也係像我哋班同有嘅歌曲，所以我第一條創作歌嘅就係高中嘅畢業歌。唔家下咁有聽過有人自己寫畢業歌？嗰時其實就開始有。就有誒，你有一個想法安尼，咁唔講老地係用嚟，更加想起來寫唔好誒。一下想起來，一下想起來，我知道講嗰時係用嘅歌詞啊、旋律啊，彈起來個簡單，再蠻青澀，當然啦，冇按成熟嘅作品安尼。哇，嗰種萬世好唱歌誒，會彈吉他，有夢想過自己變做歌手哈。明白學生的時節，創歌的時間嘛會安尼咩？係有想去行業嗰一條路嘅係咪？有機會嘅話不反對，有機會有機會嘅話，其實我嘛想來做下事。因為你上算好嘅呢。感謝。嗰時候都有一次有安尼想，對歌嘅如果喜歡，唔過寫第一條客家歌嘅係乜嘅時節寫嘅？第一條客家歌嘅今日可能係畢業歌，就係我第一屆做嘅畢業歌。你喺來到貢獻嗰時候教書屯星人嘅腔下創作嘅畢業歌安尼。寫第一條客家歌，對你有乜嘅特別嘅感受冇？其實有。一開始我還在讀書嘅時節，其實我唱歌嘅其實唱過到國語啊、英文啊，其實唱過到流行歌曲，因為耳熟能詳，大家有彈歌，就過好唱一條歌曲。出來做條路就歸到閩南教書，拄好有啲機會寫嘅，就講我本來最大嘅感受就係其實客家歌用我哋客家話唱嘅歌曲，其實做得唱啊改好聽。其實呢個歌曲會改好聽，因為一開始老實講一開始對客家歌。嘛會免那多，比如講傳統嘅山歌，可能用嗰度八音嘅音樂嘅樂器嘅上述彈起來，可能會過太長，
糖迄個要按流行，無按後糖。其實一開始我要有一種想法，唔講啊，一開始第一條邊一個做迄個糖迄其實糖迄要其實切幹嘛個好創，所以對我最大的感受就係我知道客家話做得下鍋的，客家鍋做得幾好糖。哦，咁以前有睇糖客家鍋的哈？其實以前幾少，以前我就糖安尼先上先生，先上先生會糖安鍋，不過一下開始我又接觸客家鍋，我就發現到其實先上先生伊做的客家鍋其實係偏向傳統的，個傳統的風格，因為伊可能會加下幾道伊個歌詞可能會用個傳統的內容啊，伊個因為伊上色啦，它的聲線，佢是它嗰種傳統頭擺的上音，伊下有幾道音樂，而像可能羅文玉啊，像安尼。閩南嗰邊黃偉傑啊，還有幾道音樂演員，其實也會做幾道流行的客家歌。其實我就接觸到一道流行的客家歌，我就知道講，其實安尼糖有幾好糖。因為你頭頭創個時尚歌，我會面到微劇。哦，係啊。我感覺唔能有個，就一個閩南的感覺。哦。係閩南嘅田園的感覺，有是吧呢啊？先上嘅音樂路，當然有一個路線嘅轉變啊，唔過你頭頭創係有上到王維克，你說佢用係閩南人，啊有一個，當然家下我去寫客家歌嘅時間，我去參考下，我去做功課啊，我參考萬人啊，我安尼啊。其實唔會，我想講，我寫嘅內容，我寫嘅歌詞係我可能我寫嘅故事，我同學生嘅故事，演嘅故事。我嘅內容是，我既然我寫一條內容，我去參考別人，其實無聽嘛無對我嚟講可能無乜幫助啦。不過迄，比如講歌曲嘅風格啦、曲風啊無相同，我可能就會去多彈幾多無相同嘅歌曲，也對我嚟創作嘅編曲啊，幾多想法就會無相同。哦，我其實基本嘅彈，甚至從以前我都有雙樣彈過嘅。哦。人家如果實行安尼嘛，吼，如果你寫嘅歌嘅，主要係有人彈到，故所謂變雙樣如何？咁有人彈你嘅歌嘅，有本乜嘅回饋冇？我一下有講我嘅歌曲變佇咧網絡平台度接生，係 Street Voice， 係個單歌，其實我差唔多，我喺時尚歌還有另外一條歌曲嘛，係我今年也咧。暑假咁樣寫嘅兩條歌曲，我就不用送伊。其實也兩條歌嘅某一句嘅，我就看到點閱率其實唔會少。其實嘛有看到網友底下都有咁嘅留言。其實嘛講，研究我就記得有咧講，原來客家歌做得安尼創，原來客家歌彈起來做得安好彈。其實也咧回饋對我來講幾重要。也下我哋嘅客家歌做得好彈，其實。代表伊要安尼講來講，其實代表台灣還有幾多人唔知啊客家歌做得安好。因為頭都安尼講，我想講客家歌會做愈幾好彈嘅，好無？其實幾多人唔知。行起吼一次有人都見，種人嚟有睇彈嘅人都啲講，嚇，唔通更加係會有安尼嘅留言。不過表示講，人哋冇達到一個嘛。結果一擺彈到五個，啲講客家歌會可以安好彈。哇！古早嘅個重妙吼，就係雖然對藝人來講，我感覺客家音樂已經做到幾好嘅。不過行喺嗰檔嘢唔掂。因為藝人第一咧環境，藝人就會感覺一件事情其實應得做，藝人嘛有感受到也做到上度係嘛嘅。不過其實還真是有佔蠻多年唔掂一件事情。安尼看到如果正規吼，如係一個人接觸到。感覺好彈，嗰時呢客家音樂係對人開始嘅呢。好，就會變演嚟念頭，就有成就感。嘿，如種以前彈到神雄，冇錯，搞不好是這樣哦。咁真給我係很大的激勵。古時充電都唔係講，我一定會出專輯，也算乜嘅。唔用上去有人彈到，然後有本人回饋，其實也如果有成就感嘅。冇錯，都經行前門道。農會可能會變高數嘅人，來到講行過就高數咧，等下呢，了一下我要繼續問升旗，而係用嚟行到一條路嘅，人哋等下嗰度就來。
樣都做來福起來嘅現場，今日嘅人咧來賓係會創作歌嘅國小先生鄭勝啟，頭頭星期啊，創辦人堂伊自家親身咧創作吼，假使無堂都會多轉去堂哦，真蠻好堂頭頭也有講到講，有誒堂中堂誒，我感覺講，原來客家歌誒可以按好堂，我相信一個對創作者來講，都係非常大嘅鼓勵嘅。唔過也會過好奇吼，如係勝啟其實唔係讀教育專業嘅，農會最尾係行到老實講啦，人嗰度可能師太年沒好，人哋自家沒好，讀大學嘅時間越遠越好。好，會想要離開家鄉嘛？大部分都係安尼。我係去台北，唔係去台中。唔過唔係讀教育嘅。唔係。哦。一開始想要做乜嘅本單？一開始我其實我喺台中讀書，我係讀英文系。係，所以我專業係英文。其實想要做導遊。因為想講。我又唔會講同人講話，愛做導遊，又做一些路尾料，跟人設計一堆東西，為麼？我想要做國外線嘅，係，所以我一開始其實有做一件事情。不過拄好拄到我呢個，係冇做過，係冇機會啦。係有安尼嘅願望。一開始有這個想法，後來就拄到一個學長，伊同我講，其實好講，其實有開教育學程班。我講教書應該蠻唔會差，做得同小朋友教。可是我就想啊，反正我閒時就會做埋好功課嘅，同先生啊，同朋友嘛，過好打做一句啊，打鬥士安尼。所以我想，家教書應該蠻唔會差，咁我就落去授課，授下來就順利又拿到教師證，就過來教書安尼。本單一開始係讀各種高中嘅一個教育嘅學程，裡面來教。國小，不過一開始想講教書咩唔會差，不過應該家下冇上到係歸家鄉吼。其實我媽冇面到我起來嘅教書，其實係有機會做嘅教書就好。拄好我大學畢業，想講做邊做下就先歸來，再來看下是來有做啲考試啊，再來去考先生。拄好有啲機會啊，國小嘅先生伊就有聯絡來講啊，伊之前咧學教。有欠先生，我就先落去做嘛。我講咁唔會差，就先落去做。結果我去也發現，之前的經驗係我有面對國中生同高中生，一下啲國小其實兩個生年，兩個部分的生年係完全冇相同嘅。其實國小嘅教啊嚟，其實我嘛感覺佢神奇，因為也真是真蠻單純。尤其我哋上下嘅生年，其實也真係過單純又過乖。教起來嘅感覺冇相同，所以也嘛係我最睇後來想去佇國小教書嘅原因啦。結果本單想去做導遊嘅，冇想到還係做先生，還係蠻得心應手嘅安尼吼。嗰種因為我堂都有嗰種嘢，其實冇馬上教書，唔會，希望教到佢有興趣安尼。教書對我來講，雖然係我嘅條路啦，我去教研嘅課本嘅知識內容，不過我其實也講實話啦。其實我嘛讀到一兩則，佢就人講嘅唔乖嘅聲音咧，因為可能家庭嘅關係，可能單親，嗰度嘅問題，所以伊哋好講嘅行為就其實唔係幾好。唔過我作為一個先生，我做得該教一教，不會變過乖一些。一件事情對我來講，其實比我教伊曉得課本的內容更重要。那麼講也咧對我來講更有意義。本上唔怪嘅，學講其他學生，學講其他嘅先生員，佢很頭痛的問題人物，不過伊可能會講看起來個唔可以話會冇啊，係冇那個時先生好小朋友會講係伊可是嗰些年嘛係佢講唔過後來我教書，我會推廣做埋我乖乖讀書啊，又會教伊講啊，我用來作為學生嘅，所以伊行為就會對一開始咧冇按乖，變後來會淡化。對我來講，伊喺轉變就有幾大嘅成就感。更加有幾多人講，做先生冇按做啊，因為家長會本幾多壓力啊，好高的啊。一開始都係按正面的想法吧，還有一個歷程啊。
一開始我的想法就係，我唔想去放棄學生嘅，係，既然我搞懂，我嘅經驗就係，我想去間搞做變做一個國怪嘅生意咧，變做一個正常嘅生意咧。我講正常嘅原因係因為，可能國小其實我之前就有讀過，冇嚟上課，去偷家，嗰度有冇，嗰度唔好嘅事情也都會發生。不過除了我教我課本嘅東西，我嘛希望講人做得通來講，第下講我用來做一個生意咧，好做一個本做可以好好的發育、健康成長、長大這樣子。冇讀到過幾乎要放棄嘅時間。其實有啦，我嘛有讀過，不過就我要專業啦，像反正我盡力的幫你，我盡量來幹天數。我最強生意的風氣演去教。演喺風險之下，人哋愛用嚟送，其實鬼快送。嘛係有讀過，嗰時間我就會講我標準中國大啊咧，像我安排，甲課本嘅東西先唔好，先我冇要求人多，唔講喺做得乖乖聽話對我來講就好誒，因為我不想要用一個教出一個問題學生，係現在都各種可能會有個太麻煩啦咧。所以唔講生意嚟感覺唔冇那個時間困擾佢哦，唔過唔咩學嘅先生。嗱唔咩啊，其實嗰度生意佢好同人教啊，係嗰度細模嘅，嘢佢好，因為我就對生意個冇辦法，我唔講，我冇嘛會學細模嘅，所以有時間後，其實嘢表現嘛係佢好啦，實際下研究同埋會同埋研讀我有冇啊，我就會其實我會推研究啦，唔會按嚴格，對現在就可能夠嚴格一下。好，咁唔嘅盧卡人啊，阿爸美人啊，應該一開始咩冇想過唔會攰到家鄉來嗬。咁唔攰來，然後又拍過聽哦嗬。因過聽啊，當然係做得攰來，冇地都要做些啊，冇攰來盧卡做些啊，盧卡天數嘢嘛，當然嘛過聽嘅。喺家鄉。就係離開過後，又過多轉來家鄉，因為我冇安尼過，我都係一離開就離開嘅。冇想過會過多轉來家鄉，結果多轉來嘅，還可以發揮所長。起碼嘅感覺。一開始我就想講，來教書其實對我來講冇賺。其實我咪免講，剛我落去澎湖教書，唔會差，去蘭嶼。綠島，我有過後可以成了啊，所以去種海島其實咁唔會差，所以我冇實聽講我聽我去利烏卡，也係講我聽我去讀師通來嘅，所以規下都烏卡，規下都家鄉啦，都好我去好教，我做些環境，我覺得非常的舒服，所以我就唔會討厭。也在工作呢。唔見家看到我美濃屯晚些時節，年底嘅美濃，所有差別有幾大啊？差別幾大哦。應該慢慢講，不單止像美濃啦，一下生意其實同我哋韓式差幾多。我講同大家講，我韓式就真是我哋下主頭下課，我哋會佇天橋底邊走來走去嘅，冇做鞋啊，因走來走去嘅，規去捉啊規陣咧，規去分牙棍咧因數嘅，嗰係我哋嘅童年啦。一下小朋友唔咩啊，美濃相同係有田、有河壩、有樽咧，有嗰度做得不一樣高寮嘅地方。嗰一下生意其實研究會看書機啦，變下啲健康啦，研究其他嘅休閒活動，對同我哋童年係冇相同嘅。咁唔都過有心，要睇家鄉做安尼嘅事情，感覺都過理想。我下擺還會看到，有個高雄啊，有條潘的發通，也會去唱歌誒。有。你係一個特別身份的歌手呢，吼。係，冇錯。咁去水表演係乜嘅感覺？表演對我來講，我就會分享，我嘅心態就係我嘅分享，因為我有創作我嘅作品。我會充滿大家聽，分享對我來講就做得幾快樂嘅，因為我可以推廣，本大家人聽到我嘅歌，不管聽起來好聽也唔好聽，不過對我來講，我哋要創出來嘅話，其實我就幾歡喜嘅。唔會嘅吼，唔會微商嘅人係咪？是誰啊？唔會敬重嚇。唔係，其實
韓式我哋過細個時間，我哋好講就有舞蹈沙團，舞蹈的沙團，從過其實我就第一步，其實我就唔會韓式有係參加比賽，打水鼓的比賽，演戲嘅，係就幾多啦，龍頭嘅演賽咧就幾多，所以其實就唔會講舞台，加上我做先生嘛，有可能會講啲舞台上講法咯，同小朋友講法係做先生，所以我已經關係也嚟用實。咁唔係啊，後生會計劃未來嚇？會啦。哦。係就唔講一計劃埋一部分咯。係啊，可能啊事業啊，還係你想講，我下禮拜，比如講我要出唱片啊，還係我乜嘅，唔會有一個打算嚇。哦，喺我夢想的話，其實我嘛想，其實我只是有想講，喺有機會啊，做啲跟我的作品做一張專輯。拄好認識很多朋友，其實不管這是有可能也冇可能啦，也做一個專輯，推表我的作品，其實對我來講就有一個里程碑。做這些方案就知道就好好告訴吧，因為一下我覺得我的熱情還沒有熄滅。哦，幾好呢！搞一個還，只是還對我來講還夠神奇啦，告訴我。幾好呢！家鄉親朋友可以掃描吼，談看那新奇的歌誒。下禮拜假使有一出專輯，假使會募資吼，大家都可以聽書哦，談起來非常好談哦。咁今日都非常感謝新奇同我哋分享咁多嘅故事，多謝。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多謝。咁接下來呢，請觀眾朋友聽眾先生好好運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點讚，還有訂閱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